这是点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赞扬联合国和50个国家批准禁止核武器条约。达赖喇嘛尊者表示，以慈悲心和非暴力造就更加完善的社会。西藏比如县藏人妇女遭中共拘押后不幸身亡。美国参议员提出议案，谴责中共在西藏实施的强迫劳动制度。司政罗桑森格表示，如果中国不承担责任，将威胁民主原则。司政罗桑森格呼吁藏人定居点官员关注藏人民众的心理健康问题。西藏博物馆启动文物保护计划。斯旺加波阿若亚博士正式担任驻日本办事处代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于近日发布消息称，目前全球已有50个国家和地区批准了禁止核武器条约，达到生效所需的最低国家的数量要求。该条约将于2021年1月22号生效。对此，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一10月26号发表声明，赞扬和欢迎上述国家批准禁止核武器条约。达赖喇嘛尊者在声明中指出，作为一个宣誓消除所有核武器的倡议者，我欢迎禁止核武器条约现已得到50个国家的批准，并将于明年1月生效。这确实是历史性的，对人类的未来是一个良好的预兆。这是朝着正确的方向，为解决冲突找到更开明和文明的安排迈出的第一步。与此同时，达赖喇嘛尊者应印度国际中心和普世责任基金会的邀请，于本周一在印北达兰萨拉的宫殿内透过视讯直播，向多名印度前政府官员和政要及学者发表演讲，谈及古印度文化遗产中有关慈悲心和非暴力等话题。达赖喇嘛尊者受印度圣雄甘地的非暴力精神及其对世界的影响之启发，一直坚信复兴古印度关于思想和情感方面的知识将对世界产生类似的有益影响。此外，根据总部设立于美国纽约的人权观察于本周四10月29号发布的消息，西藏那曲比如县一名叫拉莫的藏人妇女，在被中共当局拘押期间遭非法酷刑折磨而非正常死亡，要求中共当局立即展开调查，并释放另外一名遭拘留的藏人男子。据了解，中共当局于今年6月拘留了西藏那曲比如县恰泽乡藏人丹增塔巴，指控他将大笔金钱汇至国外。与此同时，在丹增塔巴被拘留的2天后，他的表妹拉莫也遭当局以相同的罪名拘留。据悉，拉莫在遭当局拘留前身体状况非常健康，但其家人于今年8月到医院探望他时，发现拉莫遭军警殴打致伤，甚至完全无法说话。他在医院治疗仅2天后，不幸不治身亡。中共当局随即禁止拉莫的家人为他诵经超度，同时也禁止医院对他的遗体进行验伤。拉莫现年36岁，是西藏那曲比如县的牧民，育有3名子女。而他遭捕的表兄丹增塔巴现年39岁，长期致力于保存西藏的文化，并从事药材生意。其亲友在他遭捕后一直无法获悉他的下落。对此，人权观察要求中共当局立即调查拉莫在关押期间非正常死亡的真实原因，并立即释放其堂兄丹增塔巴。而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人权事务处负责人朱丹吉女士也谴责中共当局这一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并强调境内藏人向国外亲友汇款是一种普遍做法，而不是犯罪。
另外，来自美国密苏里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先生于近日在参议院中提出了一项决议案，谴责中共使用强迫劳动制度和强制性措施破坏西藏的宗教自由和藏人的基本人权。该决议还进一步谴责中共干涉藏传佛教转制制度，并呼吁美国政府积极支持2020年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尽快在国会中通过。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于上周四10月22号应邀参加了由英国民族论坛组织的主题为“西藏国境背景下的社会政治新发展”的网络研讨会。司政罗萨桑格在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时，着重谈到了西藏对于亚洲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司政指出，中国在印藏边境的入侵源于核心的西藏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西藏需要成为一个非军事化地区，并恢复到以前的缓冲与和平区的地位，这有利于亚洲的和平与稳定。除非解决西藏问题，否则中印两国间的紧张局势将无法得到解决。研讨会主办方英国民族论坛主席布鲁斯宣爵在发言时介绍了中共对其统治下的藏人、维吾尔人、蒙古人和香港人进行的打压政策。与会的英国国会议员、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主席蒂姆·劳顿先生对西藏问题获得广泛的支持表示欢迎，并指出过去英国各界对西藏问题上的支持率极低，但目前西藏问题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英国国会中得到了各政治派别的强力支持。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通讯总监、作家凯特·桑德斯女士在发言时介绍了中共在西藏实施的军事化强迫劳动制度，以及加大对外宣传西藏的运动，强调中共的目的是切断境内外的联系，撕裂西藏的文化根源和向年轻藏人灌输红色精英。最后，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博士研究生阿帕拉姆女士根据她的研究结果，以及作为一名曾经逃离西藏流亡印度的藏人，介绍了中共当局对藏人民众实施的强权打压政策。另外，在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于本周一10月26号透过网络召开的第13届藏人定居点官员行政会议上，司政罗萨桑格高度赞扬各藏人定居点官员和医护人员在防护疫情工作方面做出的贡献。透过网络出席会议的司政罗萨桑格在谈及因疫情加剧人们心灵健康问题时，建议设立结合佛法课程和禅修，以及传统藏医和西方医学等治疗心灵问题的康复中心，并强调各藏人定居点的行政长官要加强关注如何解除人们的心理健康问题的措施，帮助藏人社区中患有身心障碍的人们。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下属西藏博物馆于近日启动一项保护、修复和清理该馆馆藏文物的项目。据了解，西藏博物馆馆藏的重要文物在专门建立的艺术保护实验室中，经专业人员进行修复和清理后，所有藏品将在达兰萨拉新修建的西藏博物馆展出。该博物馆将成为有关西藏文化和历史信息的重要资料库。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办事处新任代表次汪加布阿若亚博士于10月24号在日本东京与卸任代表隆多先生进行了工作交接，正式上任驻日本办事处代表一职。外交与新闻部外交处秘书长嘎玛曲英透过网络主持了交接仪式。日本支持西藏人士西仓次汪博士进行了见证。随后，两位代表于10月28号在日本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成员长尾敬议员的陪同下，会晤了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并就西藏问题进行讨论。在会晤中，安倍晋三先生
问及达赖喇嘛尊者的健康状况，并表示他支持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并祝愿两位代表一切顺利。同时，对离任的代表隆多先生表示感谢，以及欢迎新任代表茨旺加布阿若亚博士。观众朋友，以上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